大家好，你有冇試過一碗紅豆沙勾起你對舊時光嘅回憶？今日要介紹嘅電影就係以紅豆沙為引子，帶出香港家庭嘅溫情故事。呢部電影就係紅豆。好多人以為煮紅豆沙，紅豆先最緊要，查實陳皮先靈魂。故事發生喺九龍城一間有30年歷史嘅糖水張興記。教我㗎。老闆張興有任達華飾演，佢同太太秀蓮、公慈恩惜一手打造出馳名嘅紅豆沙，深受街坊喜愛。Yes, of course。我想搬出去住啊！大女成業鄧麗欣飾係一位空姐，細仔繼昌魏晉生飾就係無憂無慮嘅大學生。辭咗職，諗住翻嚟幫手嘛。但係家庭嘅平靜被秀蓮突然中風打破，一家人陷入混亂。成業決定辭職返屋企幫手，但佢同父親張興理念唔同，衝突不斷。你會同我一齊翻去？呢個時候，九龍城面臨重建，張興記隨時要執笠。從聽日開始，九龍城係少咗間老字號。加上成業嘅加拿大籍男朋友宇翔，朱賢式向佢求婚，希望佢移民加拿大。面對親情、事業同愛情，成業會點揀？紅豆由新晉導演周永執導，以細膩嘅手法描繪九龍城人情冷暖同埋社區變遷。電影早前喺倫敦東亞電影節首映，贏得唔少好評。任達華演嘅張興將傳統潮州老豆嘅固執同心情演得好有層次。鄧麗欣演成業，將一個女性面對家庭責任、愛情抉擇同個人成長表現得自然真摯。兩人嘅演出成為電影最大亮點之一。紅豆會喺2025年6月5號馬來西亞全線上映。如果你鍾意睇有親情、有溫度嘅電影，記住唔好錯過，記住 mark 低日期，入戲院支持一部真心嘅香港本土電影。